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南市的商圈，针对着五倍券推出着各种的优惠，配合着台南即摆的购物节，讲这个登录的金额已经突破着16亿。市长王伟提供，期待这届消费的金额会当突破着去年的纪录。为8月份起所办的台南购物节，消费只要满100块，并且就网络登录发票，就有机会溜大奖。今月国庆连假后，登录的金额超过16亿。市长黄伟哲表示讲，会继续找加码的奖项。未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会很快的来突破这个部分。而且台南购物节是真金白银的，我们并没有用什么买房子的金额来加入这个购物节。因为今年推出的是5倍券，针对这个代志，市长看好消费累积金额可能会超过去年66亿。台南购物节每个月拢会伫经发局的网站进行抽奖，乡亲老到台南消费满100块，爱加上网络登记。